全運會係咁多年最高水平嘅一次啦，因為我哋今年係主辦城市之一，咁我哋澳門咧都可以直接參加到嗰個正賽。咁因為之前我哋都係參加啲外圍賽啦，咁由上一屆嘅全運外圍賽完咗之後咧，我哋就知道咗有呢個比賽。咁其實都準備咗3年㗎啦，我哋即係準備呢一個比賽。咁喺呢個過程中，遇到最大嘅挑戰就係、當你知道你嘅對手係一啲全中國最犀利、最頂尖嘅球員嘅時候，你要做嘅準備就唔係單單淨係付出努力咁簡單啦。即係你要做嘅就係比你平時努力更加多，同埋你要準備得更加充足，你先可以上到去場上面同佢哋拼搏。因為佢哋係一啲唔單單係職業嘅運動員，佢哋係由外圍賽打入到正賽嘅每一個省最優秀嘅運動員。